进行插头花食新娘茶仪式。有请新的中宾朋友，我们邀请我们女性的长辈朋友，请上台就座。待会呢，会有我们的新娘呢来为我们的长辈奉茶。来，编号6号、编号13号、编号21号的长辈，来，请回到主舞台区，我们要进行插头花及食新娘茶的仪式哦。编号6号、编号13号、编号21号的长辈，请回到我们的舞台区，我们紧接着要进行食新娘茶跟插头花的仪式。来，6号的新人是钟松化及侯范林，13号新人的名字是郑成佑、林品瑜，21号王品仁、朱雨慈。来，我们长辈朋友来，尽快的回到我们的主舞台区哈。三下来，两个进行的迄插头花准式新娘茶的仪式。来，用上来的那些新人的送品呢，来上台就座。插头花的仪式呢，迄新娘啊因着欣赏那片夫家这个最好的时机，头发用那些的养斑发啦、给根发啦、扁趴，其实象征的圆圆满满。吉祥如意的意思哦，故此呢，原来插头发的仪式非常的重要哦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邀请我们的还有几号还没有上台？来，我们长辈请先上台。接下来是食新娘茶跟插头花的仪式，来有进行这个仪式的长辈请先上台。来，有没有哪一对新人？你的长辈现在还没有看到人的，先举手。没有看到人，还没看到人的。都有哈，好，有没有新人的长辈还没在台上的，请先举手。新人的长辈没在台上的举手。那帮我看一下那几号好不好？5号，5号的名单给我。好，来，我们的5号社团长辈，新人刘俊宇及陈婉如，我们食新娘茶的长辈在现场吗？我们社团长辈在现场吗？OK， 到了，很好。紧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邀请我们的新娘为我们的长辈插头花。好，这个头发呢，非常的义工呀，做的啦吼，插上毛黄油加起来呀，做的。好多人头发都是哦，你看有人做好吃哦。来，新郎要偏的太年茶，吼，来新娘你是最好时机，就要你是头发你新娘茶的时间。同埋同大家介紹我哋頭髮用咩嘛？好，給根髮啦，延半髮啦，延慢慢，扁胖，這個扁胖呢就是有長命百歲、長壽的意思。OK， 好，來佩戴順利嗎？佩戴順利嗎？要不要有工作人員協助？戴不上去的人有冇 ？OK， 好 ，OK。好，好，坐着。好，来，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来邀请我们的新娘，来邀请我们的长辈呢，请喝新娘茶，是行用茶。
其实吃这个新娘茶最重要的仪式是什么？哎，就是我们的长辈在喝完这个茶之后呢，要把红包有多少心意都放进这个红包里面，然后呢再放回去杯子送过来点给新人呢，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私房钱，当私房钱这个是长辈对这个新娘子的疼爱领养的新用茶，新郎新娘听乾坤，乐年一天神龟子，祖先功德延流延，福泽绵延传子孙。再次响起最真心的掌声，谢谢我们的长辈朋友，也谢谢我们的新人。来，留下来的人。